任，飞龙1号已到位。飞龙可以滑出去跑道2辆。飞龙，前方遭遇开阔地，需请求空中侦察，开辟前进道路。飞龙1号协助利刃勘察周围情况。明白。利刃，飞龙已到位。利刃，前方安全。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。我们正在实战实训中探索无人作战样式。停！飞龙，前方道路4件受阻，请求自查。飞龙1号受到干扰，请求支援。飞龙1号受到干扰，请求支援。飞龙2号前往接应。飞龙2号诱导干扰器，掩护飞龙1号。飞龙1号图像好，干扰解除。飞龙2号协助利刃勘察周围情况。利刃未发现敌火力点，可以翻越。收到。发现疑似目标，请示抵近识别。飞龙1号持续监视。明白。情报，通知利刃前出查证。飞龙2号前往接应利刃。明白。利刃距目标800米，注意隐蔽。高价值目标，请求老鹰支援。高价值目标，请求老鹰支援。老鹰，目标已确认，坐标已上传。老鹰，根据无人机上传信息执行打击任务。目标位置15536，目标精确，可以打击。目标目录。发现敌增援力量，请求补充打击。飞龙补充打击。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，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。远程、突防、协同等多元化作战模式实现突破，让无人机向作战体系融入的步伐越来越快。飞龙已起飞，等待威龙。